这里是天道藏书阁，你看到的都是天道精灵。我就说，这小子虽然逆天，也不可能凌驾于天道之上。哼，世人能看见一丝天道的轮廓已是不易。天道，本道。哎，等等，所以为什么王爷家的衣柜可以直接连通传说中的天道空间呢？难不成这小子和天道之间的关系是？我来换东西。你明明不是很想换，对吧？不过还好，这小祖宗与天道之间的关系似乎没有我想象的离谱。不出令真人告诉我等来迟了。这个人是谁？能让7位大人都出来迎接？蛋，这就是那位唯一的白名单。这也太离谱了！你们为什么跪得那么熟练呢？老子这一生能给您当狗，真是太好了。